恭讀路加福音11章37至41節。當耶穌講說話嘅時候，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佢食飯，佢就入去坐低食飯。法利賽人見佢食飯前冇先洗手，就非常之驚訝。但係耶穌對佢話：法利賽人啊，你哋洗淨杯碟嘅外邊，但係你哋裏面就充滿住搶奪同埋邪惡。愚昧嘅人啊，佢做咗外邊，唔係亦都做咗裏邊嘅咩？將你哋裏邊存放嘅交出嚟救濟窮人，咁樣為你哋嚟講，一切就係潔淨㗎喇。福音反省。今日嘅福音裏邊，耶穌喺一個法利塞人嘅屋企裏邊食飯，主人驚訝咁樣發現耶穌冇依照禮儀法律去洗手。對法利塞人嚟去講，洗手嘅每一個細節都係有規定嘅，譬如用水嘅分量、水流方式，甚至係動作嘅順序。忽略咗任何一個環節都係被認為係有罪嘅。但係耶穌就指出咗更深層次嘅真理，重要嘅唔在於洗手儀式，而在於心靈嘅潔淨。呢個時候就邀請我哋反思三件事。首先係款待之道，邀請他人共進餐席，即係邀請他人進入自己嘅生活。耶穌欣然接受咁樣嘅邀請，而且毫不害怕咁樣展現真實嘅自我，就係真誠、自然同坦率。我哋同樣蒙召展現真實嘅自我，唔戴面具，唔驚評斷，只有坦誠去分享生活嘅時候，咁真正嘅友誼同基督徒團體先至能夠成長。其次係內在嘅潔淨。耶穌提醒我哋，聖潔係唔在於外表，而係除去我哋心裏邊嘅怨恨、苦毒，又或者自私嘅污點。內心潔淨嘅人係顯而易見嘅，譬如言語溫柔，祈禱忠信，不慕權勢，不喜閒言。第三係真正嘅潔淨。心靈嘅純潔並唔係單單靠儀式就能夠實現，而係靠透過行動裏邊嘅愛嚟去實現。當我哋服務他人，尤其是係窮人嘅時候，我哋嘅心靈就會得到淨化。陪伴長者、探望病人，又或者安慰痛苦裏邊嘅人，唔單止能夠帶俾佢哋希望，佢亦都改變咗我哋。憐憫係心靈最好嘅肥皂。最讓我哋記住，天主唔係睇我哋嘅手係咪經過儀式嘅洗淨，而係睇我哋嘅心係咪充滿慈悲。喺天主面前潔淨，就係去愛。